香港咧係一個國際都會城市，結集咗好多唔同嘅文化。雙職家長咧嘅話咧，好多時咧照顧 BB 嘅責任咧落咗喺工人姐姐或者祖父母身上，變相喺屋企咧講多種語言咧都好常見嘅。所以好多家長擔心 BB 聽2至3種語言會唔會好混淆嘅呢？其實 BB 嘅一般語言學習能力都好高嘅，有研究緊話咧 ，BB 甚至咧辨認到唔同國家嘅人講英文咧係有唔同嘅。學習語言咧唔單止係説話，仲有接收。所以如果屋企咧有需要嘅話，用2種語言同小朋友溝通係有助語言嘅發展。亦有研究顯示，學習雙語咧能夠提升小朋友嘅專注能力、社交能力同埋解決困難嘅能力。所以咧孩子學習係識得分工人姐姐講嘅 apple， 即係等於咧你同佢講嘅蘋果。咁樣咧仲可以增加小朋友嘅詞彙接收同埋運用嘅能力。雖然係咁，但係咧唔等於家長咧可以一時用英文，一時用中文，或者咧一句説話裏邊咧夾雜咗唔同嘅詞彙同埋語法嘅。例如 BB 你食唔食 apple？ 最理想咧係家長用翻自己嘅母語去教小朋友嘅。如果咧小朋友咧個語言發展咧比同年齡嘅小朋友慢，例如18個月嘅時候咧都比較説話少啦，問題又冇乜反應咧，建議家長咧盡可能咧用1種嘅語言教導小朋友嘅，等語言能力提升之後咧先加多1種語言，避免令小朋友咧感到混亂。